小姑娘赏花呀？甜的。什么？我说这花里有蜜，尝起来是甜的。我小时候嘴馋，就总摘了吃。人家姑娘家都赏花惜花，你就想着吃。我命苦，就爱甜。是甜。哎。我爹最爱读书，这是他常坐的位子。他看书累了，就总爱望着这边的窗外。好像也没什么呀。是啊，这窗外不平江，无山色。也不知道他天天看的是什么。他心里想的，我从未明白过。做爹的都是这个样子的，什么都自己安排，自己扛着，又不愿意说。大概是这样吧。写的什么？门客族人的性格喜好、生平际遇，大概是来把握人心的。大概准备了很久。徐凤年若贪念无穷，切勿相争，可投龙虎山。从此清明，你娘若不愿上坟，不必勉强。不能相濡以沫，便江湖相望，一时幸事。打你出生，爹在桂花树下埋下一坛酒，一年一坛，至此23坛矣。私下取名女儿红，可好？莫怪爹唠叨，这些年，爹每年和你说话不过5、6句，心里攒了好些闲话，却不知从何说起。清风，爹最可惜的是瞧不见你成家生子。若有将来，孙子叫扶摇，孙女叫雅颂，可好？他们想学文就学文，想习武便习武，人生苦短，糊糊涂涂过一辈子，就很好。总好过爹这样，一生求而不得，愿憎相会。怕你生厌，不再多说。祝余岁安好，无病无灾。我明白了。从这窗外看过去，什么都没有，但一直往下去的方向，就是我和我娘的院子。
给世子留的什么？你这个爹呀，辉山没落，世子若想取而代之，只求留小女一条性命。轩辕大盘府内奇珍秘籍，尽献世子。大雪屏上便是轩辕大盘的住处，世子可自便。我不要辉山财宝，也不要轩辕绝学。那就是要我。门外青鸟，论相貌不输于你，5亿元在你之上。虽然话不多，但是知情识趣，才智双绝。像这样的丫鬟，小爷我府上还有6、7个，我要你干嘛？那请问世子，究竟想从轩辕家得到什么？你等我一下。真甜。多吃点。这个，春娘啊，来点。好东西。这个，干嘛？有事儿。您这是采蜜呢？挺甜的。前辈，您好歹是个剑神，别什么东西都往嘴里塞。来点吧。哎，来点吧。别客气，来点。我家丫鬟。不瞒你说，西楚公主。别瞎说。你想要人家帮忙，你的身份瞒不住。亡国公主，怎么帮？这几日她就要回西蜀，千里路遥，最快最安全的走法，就是走水路。把她安全送到，就是要你帮的第一个忙。我自己能走。曹长青虽然武功高，但终究不会照顾人。有他们家的船，你路上安心些。官子无敌曹长青，世子这是敲打我呢。聪明人，不用兜售船。世子只伞镇辉山，就是为了身边人，够用心的。没办法，我家丫头还欠我钱，不能出事儿。谁欠你钱了？这么多年吃喝不花钱吗？那你列个明细，我有钱还你。得算利息。不管你怎么算，我都认。北凉世子，西楚公主，这谁能想到？想到什么？没什么。世子何时用船？开口便是。等我下了龙虎山，就该走了。你还要登龙虎山？你是嫌自己命太长了吗？真要杀，我绕着走也要杀的。那就一言为定。世子还有什么要求？确实还有一件事儿，也要轩辕家帮忙，也是用船。又送人？不，这次是接人。哪位？不止一人，不止一处，会比较麻烦。天下水陆皆有轩辕，不管接谁，世子尽管开口。时机到了才能告知。怕我泄密？我准备的事儿，谋划太久，牵涉太广，只能放在这里。不到最后关头，谁也不会告诉我。
就送到这儿了，我们自己下山。这就这么走了？不然呢？留着吃饭吗？轩辕大盘收藏了不少奇珍异宝、武学秘籍。他的东西我不想碰，怕脏了手。这还有完没完？大老爷吩咐，若世子未入古牛将轩辕大阪宅院，这个锦囊就交付你。那我要是进去了呢？这我就不知道了。世子不负灰山，灰山必不负世子。我爹的话就是我的话。你爹这是要把他的武学心得传给我？世子应得的。小爷不要。这，世子，轩辕进城最后登临陆地神仙之境，他这本心得堪称神物啊！我有我自己的路走，何必学别人？心得留在灰山，世子随时可取。你们先走，我有话跟他说。走了走了。你也回避一下。是。你呀，你不用一句一句小心翼翼的，我就跟你明说了，就你这样要胸没胸，要屁股没屁股，还整天苦着一张脸。本世子对你没兴趣，把心塞回去，踏实办事儿，啊！走了，朋友，别送了。怎么了？问你个事儿，说。你来灰山到底是行侠仗义，还是早有预谋？灰山轩辕家族确实早就在我计划之中，但毕竟来灰山之前，不知轩辕家族中人品性如何，最后选择了帮轩辕清风，也是种必然吧。按你的意思，就是行侠仗义了。但行好事，莫问前程，但往往有的时候，行了好事，才会有好前程。哼，云里雾里。你借船还要干什么？我不是说了吗？不到最后时刻，谁也不告诉你。为了报仇。江宁啊，我也说不出为什么，这次灰山之行见到的种种，让我心里多了一丝害怕。怕什么？怕徐骁。你别蒙我了，这全天下的人都怕徐骁，除了你。说你怕他，我才不信。我是怕他老。
小姐，大老爷吩咐，徐凤年若不接新德，这锦囊交给大小姐。徐凤年若不取新德，未来岁月必入天下，可谓辉山百年盟友。我爹究竟准备了多少锦囊？我这里只有这2枚。好料子，不便宜啊！是用私房钱准备的？这没交代。可惜了那本心得了，没拿就好。啊，前辈此话怎讲？武学不是慧才，越杂越好。这小子想条他人道路啊，心境上倒是有几分两袖清蛇的味道啊。还有心境这么一说。我当时想的是，我把这册子拿了，那帮他的恩情不就扯平了吗？这么大个轩辕家，以后用得着啊。不过前辈这么一说，这心境上也说得通。看来我是武学奇才啊！哼。爹已经，我知道了。他也给你留锦囊了，有些话或许当面说不出来，要借这个说与你听。一个字没有。其实也是，早就没什么话可说了。他以陆地神仙境界击杀轩辕大叛，又安排门客刺杀轩辕敬义，给我留下消息，叫我掌控家族客卿。辉山一袭旧尘，重获新生，全是他一人谋划，最后还不是死了？难道您现在还觉得他窝囊？不觉得我们错怪他、误会他了吗？北凉世子呢？对你有什么打算？若能做个王室侧妃，也未尝不可。辉山百年基业做嫁妆，也不委屈你。让娘失望了。世子可瞧不上辉山，也没打算要我。他现在不要，将来却未必。娘这是盼着把我卖出去。各取所需，还不是求人？人活一世，哪有不求人的？我想试试。不做王室侧妃，也不要紧。如今风雨飘摇，借北凉之势稳住辉山。好了，娘不多说了。你长大了，心里自有定数。
我想在大雪坪上为父亲修墓。随你。你一点都不在意。他酿的酒不错，一杯贵酒入嘴去，两朵桃花脸上来。这是爹写的。他还说过，山上那株老桂，每到秋日，桂子如玉，容而不媚。这话就好似他为人处事。你现在才说他的好，不讽刺吗？娘有说过他不好吗？爹为我们读书20年，终于读成了这世上最隐忍的陆地神仙。你放心，爹耗费心神留下这局面，我拼死也要让辉山不倒。师傅人呢？他被叫上山了，出事儿了。龙虎山招我世子速速上路。龙虎有变，不知道的以为劝我赶紧死。既然赵前辈这么说了，那我让大家准备启程。龙虎山恭请世子上山观景。不用管他，我们走。我能走，黄马怎么办？龙虎山天师府天下第一门派，见识见识。东西最好。怎么，这天师府要改商铺了？东西最好。东西最好。不是咱们写的。
不是咱们写的。你们别跟着，我一个人上山。不行。黄毛听话，哥上山谈事儿，你在这儿等我。那我等哥。狮子出行，身边总要有个丫鬟陪着吧？不用。又不动手，真要动手的话，你们上去结果都一样。要不你这身份没法上山。哎，有时候我真搞不明白，你们俩我到底是欠了谁的？要不我陪你走一趟？多谢前辈。你怎么不把我留下来？前辈武功高，我留不住。你这不要脸的风范，快赶上你爹了！回前辈，家学渊源。行了，走吧，马上。你这一路算是走到终点了。到了龙虎山，我会自行离队，以个人身份救出小龙。回北凉后，我自会寻军政请罪。上山。掌门，赵熙团到了。你怎么不出门啊？闭个关！哎，你闭关啊，还让我上山来呀？哎，是我请您上山商量大事儿。哦，单凭回山了。哎，大不大事儿先不说，门口那字儿怎么回事啊？啊，我才听掌门说了，是个小和尚写的。小和尚？对呀。前几日小和尚带了个小丫头，登山论法来的。两禅寺来的。小孩心性，论法在乎胜败，还赌了输赢啊。论输了吧？输了2场。让小一辈和他辩论，小和尚尚有几分慧根呐。小和尚是书画双全呐。哎，那为什么要写东西最好啊？东西是那小丫头的名字。哦，大脑袋呢？小和尚画自己，逗小丫头开心呐。有意思。那为什么不把它擦了呢？留着也好，让小一辈们有点羞耻心。哦，好了，论法之事暂且不提，咱们先商量正事。哎，我已多年不问事了，还特意把我召上山来，这该多大的事儿啊！也不算什么大事儿。哦，就是杀个皇子，再加个徐凤年。才下辉山要上龙虎，这一天可够忙的。前辈，这龙虎山不好上，更不好下。我先跟您交个底。这龙虎山呢，明面上就4大天师，掌门赵丹霞，辈分第1赵希义，还有一个常年驻守京城的赵丹平，再就是黄毛儿的师傅赵熙团赵老道。他们4个应该都不是天象境，但您也说过，境界未必代表战力，他们4个可能不弱于轩辕大盘。你跟我说这些干嘛？您也交个底，这4个一起上，您打得过吗？我干嘛跟他们打？那万一他们要害我呢？干嘛要害你？当然是为了天下平乱呀！平乱？
可徐凤年一死，徐骁必然会马踏龙虎，北凉的铁骑谁抵得住啊？可以不用真死啊！什么叫不用真死啊？为了徐凤年一身大黄庭，将来徐骁身死，北凉必起内乱。徐骁已经安然离京，正在返回北凉的路上。既然朝廷都不动手，我们龙虎山何必要趟这个浑水啊？此乃国运之政，怎能畏首畏尾？这话是谁说的？当朝宰辅张居禄。这件事关系到黎阳朝未来的国运，你们龙虎山既然承受朝堂的好处，那就该为国尽忠。这是借刀杀人。所以我说了，只废大黄庭，可以留性命。我们龙虎山不是他张居禄的门客。您有没有想过，徐凤年一身大黄庭，传自武当，他若接掌北凉，武当必将趁势而起。我们只要防患于未然呐，事成之后，可以将这一切推到张居禄的身上，让他来承受徐骁的怒火。徐骁不是傻子，将来呀，这北凉必然成为我龙虎山的死敌。您可别忘了，这徐龙象可是您的徒弟呀！哎，别动我徒弟啊！当然不动他，非但不动，而且还要好好教他。徐骁只有2个儿子，徐凤年一死，接掌北凉的只能是徐龙象。此事若成，宰辅欠我龙虎的恩情，朝堂要赞我等的忠心，武当从此没落，北凉之主最终将是我龙虎门徒，这一石4鸟，必将成就我龙虎100年之计呀！掌门，该下决心了。我闭关，这些事儿你们商量。赵熙呢？也闭关呐。哎，我还是觉得徐凤年这事儿不妥呀。已是箭在弦上，不得不发了。你刚才说还要杀一个皇子，这是一个不为人知的私生子。不为人知？你怎么知道他叫什么名字？你到底是谁呀？赵凯。当朝皇族姓什么？也姓赵啊。就凭这个姓氏，你说我能不能给你前程？再看这边，有前辈在，还缺什么绝世功法？你到底想让我做什么？杀徐凤年。不能杀。是，不能杀。不过，毁他大黄庭总可以吧？徐凤年身边护卫不少，我打不过。没有让你打。你只要把他引到这里，自然有前辈亲自动手。为什么是我？徐凤年刚下辉山，你就跟他说轩辕清风另有阴谋，他绝对有兴趣。毕竟，他知道你曾是轩辕门客，之后你只要把他骗到这里，即可。徐凤年身边是李淳罡，旧日见神，不知还有当年几分神采。简直莫名其妙嘛！怎么？徐凤年要废，赵凯也要杀？赵凯要想挑起天下战乱，借其浑水摸鱼，此人是祸根，不能留。可终究是要杀一个皇子啊！可以推到徐凤年身上，更是异想天开呀！掌门，此事稍有不慎，我龙虎山便有颠覆之险，还需
从长计议呀！当断则断，别再计较了。徐凤年已经到了府门之外，我亲自动手。你这是跟我商量吗？你早就准备好了。都叫我青瓷学师，只记得我手中笔，却忘了我也提剑。龙虎山怎么是这风格？这画看着眼熟啊！有请世子入府。这气氛可不太对啊！前辈，4天时你不怕吧？怎么没让江泥陪你上山？我带他来有什么用啊？曹长青虽未露面，却始终护在江泥左右啊。你带江泥上山，龙虎山若对你不利，江泥不会袖手不管，那么曹长青也不得不出手。你那么聪明，这事应该看得明白吧？其实我不太聪明，这种事儿我也不想扯上江泥。徐凤年，怎么了？曹长青曾经提醒过江泥，有朝一日，或许要在你跟楚国之间做个选择。他怎么选？不到那一刻，怕是答不出啊。也是。那么你呢？江宁和北凉，你怎么选？我为何要选？北凉郑国江宁西行，终究要对上。这人间黑白不明，对错难辨，哪来什么必选之决？我徐凤年不会让自己走到那一步。北凉和江宁，老子都要。走吧，前辈，进天师府逛逛。前辈，原来可以都要。前辈，你没事吧？多年前，我来过龙虎山。我听说过，您上龙虎山挑战当年掌门齐玄真。其实我是来找他要续冥金丹的。救人？是啊。救成了吗？还没见到齐玄真，人就已经死了。那人对你很重要吧？
怎么死的？被我亲手杀死的。他死了之后，我还是去见了齐玄真。我逼得齐玄真与我论剑，仿佛4个人也没什么大不了的。当时只讲了武道剑理，并未动手，可我却剑心大乱，输得彻彻底底，甚至境界都跌出了天下。之后下山与人交手，断了手臂。如今想来恍如隔世啊！要不是齐玄真乱我剑心，又何止于此？乱你剑心的，真的是齐玄真吗？当时如果认识你，知道人可以无赖到全都要，大概会不一样吧。对你很重要的人，你为何要杀他？是他想杀我，却又收了手。她是我仇人之女，相遇之后却下不了手报仇，要么杀我，要么被我杀。她选择了后者，还挑了个好时机。怎样的时机？当时我的木马牛被王先知折断，他怕我坏了自信，选了这个时候与我交手，还死在我剑下。你没听懂。当时他与我齐名，并列天下4大宗师。枪神王秀，福将洪甲，叶洪庭，丰都绿袍。是。他以为这样可以让我重燃斗志，是不是可笑？徐凤年，你跟江宁千万别走这么蠢的路。不如咱们打个赌。不管命运使然也罢，天意弄人也罢，我徐凤年总要选自己想走的路。赌注是什么？好好活着，看我疯狂！混蛋小子，走吧，前辈，陪你故地重游，再逛一次天师府。老天师，介绍一下。赵丹平见过李前辈。青瓷学士赵丹平赵道长，您怎么回来了？京城待得不顺心？李剑神当年一剑震天下，肆意洒脱，叫人神往。却不知，如今怎么成了北凉的护卫了？你是我儿子啊？既然不是我儿子，如今我想做什么，你管得着吗？哈哈，您说的也是啊。大黄庭，您认错人了，我不姓大，我姓徐，徐凤年。这真气也是难得，可惜了。可惜什么？恐怕再也见不到了。赵道长这是要瞎？我可以不要你的性命，
只要消去你这一身大黄庭，之后就可以放你下山。老天师，这是你们龙虎山的意思？掌门并未下令。周德明，你不可一意孤行啊！掌门闭关，些许小事，我来做主。我觉着不行。李前辈，这里可是龙虎山。刚才我在门。进来。怎么了？李成刚重入陆地剑仙之境。陆地剑仙？他不是境界大跌了吗？不是连天象都不到了吗？怎么会成了陆地剑仙？剑神啊！不用把徐凤年再引过来了。若此刻与李成刚一战，无论胜败，总要换条命走。晚辈明白。你还有最后一个机会。武帝城。王先生曾经折断李成刚佩剑的木马牛，如今李成刚重入剑仙境，到了武帝城，怕是要和王先生再战一场。到时徐凤年身边可没第二个剑神了。李剑神登临剑仙之境，可喜可贺。龙虎山从未想为难世子，今日之事，误会而已。你是哪个？出来说话！贫道赵丹霞正在闭关，不便现身。原来是新一任的龙虎山掌门。误会。前辈，贫道只是好奇剑神如今的境界，才稍作试探，还望前辈见谅。你是龙虎4天师之一，虚名而已。这一代的天师还真是了不起啊！前辈谬赞。那我们走了。前辈，请便。走了，下山。老天师。好好照顾我弟弟，别欺负他，我脾气大。走了。前辈，还是把剑留下吧。
哎，您瞪着我干什么呀？这可不像你呀。这怎么不像我呀？按照你的脾气，就算他李淳罡重入陆地神仙之境，你也不会轻易的认输收手吧？张居禄让我动手，人家是当朝宰辅，没点场面，怎么交代呀？你真的就做个样子给他们看？不然呢？就像你说的，徐凤年要是出了事儿，北凉可不会罢休啊！我的剑在那儿。我先告辞。没人追过来，高手就得往前走，别回头，回头没气势。前辈您可以啊，重归陆地神仙之境了。这王仙芝也不过是天象境，那您现在是天下第一了。境界是境界，能打归能打，一品高手4境界，金刚指玄天象，外加陆地神仙。真要是动起手来，比的还是武学成就，生死之战。陆地神仙也未必能赢得过前3种，尤其是王仙芝啊，绝不能以境界论高低。那境界还有什么用啊？心境不同，领悟也不同，往前走的路自然也不同。走什么路？现在当然是下山的路啊。那行，那不聊王仙芝，那里面呢？您刚才出剑，能不能平趟龙虎山？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呐。龙虎山与那2禅寺南北对峙1000年，那是什么样的底蕴？天知道还藏了多少老家伙啊！小子，你要明白啊，这高手过招跟野牛打架是一个道理。什么野牛？野牛力大无穷，牛角尖锐，可互相之间打架，大部分就撞个2下，差不多分个高低，也就得了。您直接说刚才出剑是唬人呗。天天生死斗，江湖上还能活下几个人呢？前辈，您都陆地神仙了，说话能不能带点仙气儿？能啊！这高手过招跟仙野牛打架其实是一个道理。行，道理我都领悟了，您别说了，听不下去。师叔。殿前试探，出乎意料，李崇罡已重回陆地神仙之境。即便如此，你还是想杀徐凤年？徐凤年不死，吾当必将崛起。不过呢，他绝不能死在龙虎山，也不能让人觉得跟龙虎山有一点关系。徐骁的怒火，我们不接。天大的麻烦都扔在我头上。祖师功法通玄，形态重回少年，天下恐怕再也无人能认出您的身份。逼我下山。祖师，龙虎山未来100年气运，只能托付祖师。祖师，要是不麻烦，不如再多杀一个。还有谁？皇族那个私生子，赵凯。武帝城不是这边啊。你去武帝城有事？刚才钓鱼那前辈不是让我们去武帝城吗？
要杀徐凤年，不是非要去武帝城的，关键就是一个李淳刚。你等等，钓鱼前辈说不杀他。轩辕家压箱底的绝学，哪里来的？我说过要给你绝学，说过的话怎能不算？老前辈不想杀徐凤年，是怕天下大乱，战事再起。你不怕？怕。可天下不乱，我怎么寻出路？我没有出路，怎么给你前程？袁庭山，你一辈子求的是个机会，可你要明白，不翻天覆地，哪来的改命之机呀？你若怕了，现在可以走。怎么过李淳刚那一关？我们等个朋友。等谁？谁能应付剑神？来了。他追杀过我。我想请你帮我一个忙。凭什么？白帝抱朴诀。你怎么知道？我看过你出手。从你的身法掌法看，应该是南疆一脉。南疆武者，求诡多变，但若没有白帝抱朴诀，自刀兵中求本真，最后都会走火入魔的，对吗？不管你是想开宗立派也好，传承师门也罢，都避不开它。我可以给你。你们两个以后不准再乱跑了，特别是你，听到没有？小王爷，你有事？凤子营5点将军宁峨眉向小王爷请罪。末将想继续护送世子前行。你本来就该送啊。末将本是来跟随小王爷的。跟随我？小王爷天生神力，骁勇无双。末将本以为世子无能，所以觉得决心护住小王爷接掌北凉。那现在呢？现在，经过这一路以来，我觉得什么？我觉得世子或为明主。那很好啊，北凉本来就是我哥的，谁也不许抢。小王爷，就算我也不行。不用你对徐凤年出手的，不会让你为难。你要我做什么？我想见见李淳刚。不敢当，不敢当。黄曼儿就托付给老天师了。自家徒儿天下第一金贵，世子就放心吧。就凭老天师这句话，不论将来发生什么，我都会为龙虎留一线生机。哥，每棵树都爬了，这些最熟。
哎呀，哥，山上掉了，山上掉了！哎，怎么没见到舒修？他没上船吗？没他。这不在这儿呢吗？你去哪儿了？闲逛啊。哎，看见魏前辈了吗？没见着。奇怪，他应该是没上船。或许找个地方睡觉去了吧。那我找人找一下。不用了。好了，好了，山楂好吃。你等等。金刚给你。可是他离开姐姐，会孤单吧？是家人就会重聚，好好保护他，等你回家。杀徐凤年和赵凯的事儿，掌门知道吗？掌门闭关了。你胆子不小啊！辛苦祖师了。不辛苦，我也是求生。瞧着我返老还童，其实内里已油尽灯枯，死去不远了。祖师，怎会如此啊？要活下去，就只能飞升为仙。李淳刚和王献之若有一战，便是人间决定。或许便能借机敲开天门，寻得一线生机。祝祖师寻到飞升之路。我去也。祖师，您是打算暗中跟随吗？我打算上船，跟徐凤年一路同行。可是，怎么才能混上徐凤年的船呢？不要脸呗！你没留下。起来吧。北凉人有军礼，不下跪。世子，是我愚钝，你才是北凉的未来。等我先活着回北凉再说吧。世子，前方有船。
好像也是轩辕家的船。我有事情跟这小子聊聊，你们都回仓房休息去啊！去。出来吧。事先说好的，我离开龙虎山，就是你西行之时。我记得。那就是你的船，江上换船，不会被人瞧见。嗯，挺好的。黎阳立国以来，蜀地混乱不堪，汉军马匪蜂拥四起。这些人大多数是当年前往蜀地躲藏的楚人老兵。我知道。就算你是公主，要收服这些人到你的麾下，也并不容易。楚国皇室当年的情分，到现在怕是已经磨灭殆尽了。有其赵叔叔。曹长青怕是不能日夜守在你身边，你自己小心。嗯。你要的第2艘船还有信鸽。魏舒阳跟我说了，信鸽就在货舱，若要传讯，记得多放几只，免得路上意外。行船的都是老手，只知道去西蜀，不知道他的身份。多谢。不用说谢，是辉山欠你的。接下来的事，我等你信鸽。听说令堂也过世了。他陪我爹去了，他们俩，我这辈子都没看懂。简，没有别的事，我先回山了。将来若是辉山有难，轩辕家可以来北凉避难。他和刚见面的时候不一样了。是改变人，
我该过去了。老头儿，我走了。回头上西蜀找你。做什么？收徒。你不是都有他了吗？这小子用刀，你更适合接我剑道。再说吧，没想好吧？不急。事儿办完了，我也过去了。多谢。都是世子的吩咐。殿下，这么多年了，我还从没有想过会有机会重拾公主身份。且赵叔叔，我们出发吧。我说错话了吗？是话还没说完呢。什么话还没有说完？他想怎样？你怎么过来了？给你的。你怎么把这个给我了？送你的。你疯了！这可是你娘的佩剑啊！曹先生，要不然我们到那边去看看。
们这一别，就不知道什么时候再见了。拿着。说好了，读书给钱。都好几天没读了。定金我定下次的。下次天知道什么时候？不管什么时候，我先定着。我现在是公主了，价要涨。翻倍，一字2文。那可以。你是不是也喜欢徐凤年？哪有这种事啊？毛快被勒死了。曹先生，这种事情不能乱说的。该启程了。知道了。曹先生，可否请您帮个忙？说说看。你们这次西行，路上可否造些声势出来，让人知道我和殿下一去西西处？就这意思。可以，也好让人准备接驾。多谢。那就祝各位一路顺风。徐凤年，有没有想到结果？什么结果？你是北凉世子，宿命便是镇守天下。殿下此去，收拢旧部，终究要回西楚。你们若再相见，怕是兵戎相见，这就是你们的结果。不会的，曹先生。我徐凤年，从来不走别人规定好的路。真到了那一天，你相信我，我能两全。两全？这2字很难。事在人为。那我就等着看。你走吧。猫也带着啊。你别跟我废话了，有话跟殿下说啊。都说完了，剩下的等再重逢。下次一字2文。好，说定了。就说这么几句，他都把他娘留给他的佩剑送给你了，你也没个表示。你相信我，我能两全。下次一字2文。说定了。若是传讯回北凉，应该还拦得下。
北爷爷，他有他自己的路要走。世子舍得就好。有舍才有得，有离别才会有重逢。人一走，话都开始酸了。我这是有感而发。哎，你头上那是什么？头发。头发上边。哦，给你的。神符。将军临行前要我将神符转赠于你。这可是西楚传国之人，你不是也把大梁龙雀送给他了吗？一个赠神符，一个送大梁龙雀，你们这一个个的全是败家子，哎。世子，下一站往何处啊？上阴学宫。不去武帝城等徐凤年吗？他下一站是上阴学宫，他这一路江南见徐知虎，龙虎见徐龙象，你说他下一站是不是该去见见我媳妇？你媳妇是谁啊？徐渭雄啊，徐凤年的二姐。你是他姐夫，那你还杀他？他不知道。徐凤年不知道你是他姐夫，知道的人少。他姐没跟他说？他姐也不知道。等一下，什么叫他姐也不知道？不知道什么？他姐也不知道自己是我媳妇儿。这算讹人吧？迟早的事。徐渭雄这样的奇女子，就是我的唯一良配。那你还杀他弟弟？杀徐凤年，北凉才会乱。北凉乱了，我才能趁乱而起，到时候我才有资格去徐渭雄。这么说来，我是为徐渭雄杀的徐凤年。我现在还真想看看，怎样的奇女子能和你是天生良配。你看，这是在搞什么呀？我娘说，咱们认识时，爹是马大将军，横扫天下门阀，一切都是孽缘啊！但他并不后悔。大哥，终于见到你了，大哥！你说徐骁是你生父？我也不敢相信，找上大哥就是同归北凉，我可真相。之前怎么不问啊？之前我娘一直不愿我把我爹的身份告诉我。那现在怎么肯说了？重病不治，临终前才说的。人没了？这还传着呢。就刚过世？才来的。这么巧啊！苏修，没有功夫。大哥要是不让我去北凉，
我不去就是了，不用打我。叫什么名字？龙宇轩，大哥叫我小虫就行。姓龙。嗯，跟我娘的姓。帮他收拾个房间吧。多谢大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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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来安排。多谢姐姐，姐姐力气好大。少废话，跟我来。多谢大哥。多谢大哥。先看看他上了船会做些什么吧。舒姐姐不仅武功好，人也好，还长得漂亮。我要是能拜姐姐为师，哪怕是做梦都要笑醒。那我陪你吧。青椒姐姐，风大，要不我替你拿枪？你把枪给我吧。不用了。那我陪你站会儿。大哥累吗？我给大哥揉个肩。不用。我还能敲腿。你还会什么？我会烧几个小菜，大哥钓了鱼我能打理。还有呢？还有，我娘说年轻小伙子屁股上能烙饼，晚上我能先替大哥把被捂熟了，再让大哥进去睡。然后被窝里留俩饼。不是，那就是句俗话。去，那苹果我就吃了。这小子爱聊天啊，这几天船上是个人都混熟了。您觉得他说的是真的吗？他怎么会知道你的船从哪过啊？前辈看得准啊，太巧了。那你还让他上船？把人留在身边，总比藏在暗处好。再看看吧。前辈，还有个事儿得麻烦你一下。你麻烦我还少吗？有什么事？马上到上阴学宫了，我想着其他人就不下船了，您得陪我走一趟。担心刺客？我二姐在，她眼里边我这江湖行怕是胡闹。你怕你二姐？不是我怕，全家都怕。您在边上估计能好点，好歹是个剑神，能给点面子。他在家打人啊？不是打人，是那种气场。对了，您见了他，千万别在他面前提二姐这俩字。为什么？他不喜欢，显得他被大姐比下去了。深沉有什么可比的？他这个人要强啊，连时光都要争一争。有了！烤了！